點解人類對呢片土地嘅了解遠遠不及太空，但總係成日傳出關於地心世界嘅傳說？呢啲信息到底係從邊度得返嚟嘅呢？要知道，如果將地球當作一隻雞蛋，咁蛋殼嘅部分，亦即係地殼，就有成35公里嘅厚度。不過慚愧嘅係，我哋對佢嘅了解程度卻僅僅只有蛋殼厚度嘅1/3，因為應該好多朋友仔都知道，人類歷史上鑽得最深嘅項目係前蘇聯嘅克拉超深鑽井。鑽探深度達到咗12262米，約12.3公里。但你知唔知地殼到地核核心嘅距離有幾遠？足足有成6300公里咁遠。即係話，如果我哋嘅目標係地心，咁我哋而家連0.2%嘅進度都未有，所以剩低嘅99.8%依然係一片我哋不敢妄下定論嘅區域。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大灣區謎檔案。咁講咗幾期正經嘅話題，今期都係時候轉口味。不過喺探討地心文明傳說之前，由於該話題一切都未經科學證實，所以亦都請大家理性觀看，當故事嚟聽下就算啦。多謝各位。咁喺主流科學入邊，地球嘅內部結構主要分為4層，包括地殼、地幔、外核同內核。但支持地心論嘅人睇法就好唔同，佢哋深信喺地球嘅深處存在神秘領域，並由多個科技遠超我哋嘅地下文明共同掌管。而最早提出地球空心論係英國天文學家 Edmund Halley， 著名嘅哈雷彗星就係佢發現而命名㗎。咁件事仲要從1692年講起，當時嘅哈雷唔知受咩啟發，認為地球嘅結構係由4個從大到細嘅球體，由外至內一層一層所組合而成，大概就同洋蔥類似，不過區別在於每一個球體之間都存在區域，而且仲會有自己嘅大氣層同類似太陽一樣嘅生態光源去維持舒適嘅自然環境。佢仲補充，極光就係由地球內部嘅氣體滲出嚟地面所形成㗎。所以到而家，好多都市傳說就認為進入地心世界嘅入口，具體位置就應該喺南北兩極附近。不過由於呢一個理論喺當時相當不切實際，因此提出咗冇幾耐就冇乜人再提起。直到19世紀初期，呢一個話題先俾美利堅一位叫西姆斯嘅人拎翻出嚟講，佢仲要大張旗鼓咁向全世界宣告呢個地球肯定係空心嘅添。聞說喺當時，佢首先將自己嗰套理念整理成一份聲明，而且仲自費寄到去各國嘅相關政府部門以及世界各所名牌大學度。佢實牙實齒描述到，地球入邊大大小小起碼套住4-5層區域，而最大嘅嗰層就係我哋而家所居住緊嘅地表。至於內部入口，佢同樣認為係喺南北兩極。不過注意翻，佢喺呢一份聲明入邊有拉贊助嘅意圖，大概意思就話，如果全世界嘅人都支持佢，佢就一定會竭盡所能，甚至用盡一生精力都要揾到嗰個地心入口出嚟咁話。但係呢一份地球係空心嘅聲明，佢同基礎科學完全冇辦法共存，所以一出嚟就受到唔少學界專業人士嘅批評。好彩嘅係呢一個話題亦都吸引咗一大批忠實嘅 fans， 因為原因好簡單。呢一份聲明嘅出現，確實打破咗好多普通人對呢個世界按部就班嘅慣常想象，導致喺當時社會引起咗好大嘅響應。不過學似廣東人話齋，講錢傷感情，事關真係到咗要集資去探險嘅嗰個階段，成件事就冇晒下文啦。不過地心世界嘅傳說並冇因為資金問題而消失，反而喺資訊發達嘅21世紀，以國家機密洩漏嘅形式再次出現喺公眾嘅眼前。而將呢一個離奇傳說同官方機密聯繫喺一齊嘅關鍵人物，正正係一位掌握住美利堅最高機密嘅吹哨人愛德華斯諾登。佢本身係 CIA 嘅前職員，亦做過 NSA 嘅外判技術員。而成件事嘅經過要喺2013年嘅6月開始講起。當其時嘅佢去咗香港，並第一次公開咗一個叫棱鏡計劃嘅美國核心機密。而呢一個計劃其實就係一個大規模嘅電子監控項目，透過互聯網對全球範圍嘅人進行監聽。所以自斯諾登曝光咗呢件事之後，就即刻俾美利堅嗰邊通緝。後尾好似話喺香港潛水咗20幾日之後，最終以政治難民嘅身份過咗去俄羅斯生活到而家。因此基於佢嘅身份，無論爆出乜嘢難以置信嘅事情，都一定會引起社會嘅巨大迴響。而其中佢曾經喺一個叫世紀年代記嘅網站上邊就公開過一份同今日地心論主題有關嘅地底人機密文件，大概話佢哋存在喺地幔之中，係智慧遠超人類嘅種族，而且一早已經同美利堅有過接觸。
咁地心世界嘅都市傳說聽就聽得多，但真正咁話自己去過嘅人就少之又少。所以由一位美利堅史上最年輕嘅海軍上將 Richard Byrd 親口證實，話自己真係去過地心世界嘅經歷，就成為咗講述地心世界都市傳說一個避唔開嘅重點話題啦。據講，佢有一次駕駛飛機穿越北極嘅任務當中，就誤入過地心世界。而呢一啲信息係喺佢過身之後，個仔幫手整理遺物時，透過佢本飛行日記入邊睇到㗎。1947年2月19號 ，Richard Byrd 喺北極上空飛行期間，發現周圍嘅天氣突然發生咗巨變。好奇怪嘅係，當時嘅氣溫竟然從寒冷逐漸轉變為溫暖，而且之後飛機上嘅儀表盤亦都出現咗故障，情況非常危險，因為指針羅盤亂轉，導致佢根本冇辦法確認自己嘅準確位置。後來喺佢眼前所出現嘅就已經唔係冰雪世界，反而係兩個極端，好似去咗亞馬遜森林咁，十分離奇。另外，佢喺日記入邊仲清晰咁描述咗一位極地飛行員嘅習慣細節，咁就好似我哋平時揸車咁，會成日望左右鏡。而相似嘅係，極地飛行員最關心就係機翼嘅結冰情況，所以呢一種視覺檢查嘅習慣尤為真實。因為離奇嘅係，後嚟嘅維修記錄顯示，喺 Richard Byrd 失聯嘅呢3個鐘頭入邊，當飛機返航之後，地勤人員就發現機翼上除冰系統預留嘅除冰液消耗異常地少。不過矛盾嘅係，機翼表面卻異常地光滑，完全冇長時間飛行而造成嘅霜凍同埋磨損跡象。而呢一點同佢報告中提及嘅溫暖環境離奇地吻合。咁所以呢一項記錄亦都成為咗日記入邊最真實嘅客觀證據。之後喺整個失聯過程入邊，呢一位海軍上將仲描述到儀表盤慢慢恢復正常。因為令佢印象最深刻之一嘅係，根據外面嘅情況嚟睇，唯一最正常嘅數據，居然係顯示74華氏度嘅氣溫表。另外更神奇嘅係，喺佢本飛行日記入邊，仲描述到佢竟然喺下面嘅灌木叢見到已經絕種咗幾千年嘅長毛猛獁象。仲特登話當時見到呢一隻生物直接就嚇傻咗，根本唔敢相信眼前見到嘅一切。只不過無奈嘅係，當佢多次嘗試聯絡大本營嘅時候，先知道當時飛機嘅無線電設備已經處於失靈狀態。而喺繼續飛行約1個鐘頭之後，佢眼前就逐漸咁出現咗一座閃耀嘅城市。同一時間，飛機兩側仲有2架飛碟慢慢靠近。並且失靈嘅無線電亦都隨之傳嚟咗強烈嘅電波聲，片刻之後就發出聲音講道：你嘅飛機將會喺7分鐘後降落。而講完呢一番說話，就似乎真係俾某種力量控制住，喺幾分鐘之後降落到一片平坦嘅空地度。咁係一落飛機，迎面就行過嚟3個金髮巨人，佢哋非常禮貌，好快就將海軍上將伯德請咗上一架高速交通工具嘅內部。後尾仲唔到3分鐘就到達咗目的地。咁喺離開架交通工具之後，佢見到一位白髮老者，而老人就同將軍講：你唔使驚，好歡迎嚟到我哋 Ariane 嘅地心世界。實話實說，我哋同你哋國家本來冇乜嘢交集，不過最近發現人類正利用一種根本控制唔到後果嘅核能去作為戰爭武器，所以先會有依次咁特殊嘅見面。簡單講，我哋唔會袖手旁觀睇住呢種力量喺你哋嘅文明入邊野蠻生長。實際上喺你哋之前嘗試用2枚核武器對某國家進行威力試驗嘅時候，我哋嘅人就已經多次同地面嘅各國掌權者嘗試溝通，但係卻從來都冇得到過積極回應，甚至仲遭受到攻擊。但希望你哋文明可以明白，我哋之所以阻止呢一種用核去解決問題嘅行為，唔係因為我哋認同呢個國家，更唔係因為我哋驚咗你哋，而係因為地球佢係屬於所有生物嘅家園。因此，就算我哋領先你哋幾千年科技同精神，我哋都唔會為此而報復。畢竟我哋淨係想人類明白，引發戰爭係毫無意義㗎。佢唔會令你哋嘅科技同精神增強，反而仲會加速破壞生態環境，打破晒地球原有嘅恆紀元穩定。而且由始至終，我哋都正密切關注緊嗰啲以殘忍手段發動戰爭嘅國家，佢哋必定會付出漫長嘅時間去承受發動戰爭所種下嘅報應。但係如果你哋呢一代人類仲係唔肯停止使用核武器去發動戰爭，咁樣落去恐怕會再次喺呢個星球入邊消失。咁希望你會認真思考以上嘅呢番說話，並傳達俾地面嘅世界知。咁喺聽完老者嘅呢一番震撼警告之後，伯德將軍喺嗰片奇異之地嘅旅程亦都隨之結束。佢嘅飛機被慢慢引導翻到正常航線。
最後搭住呢一個足以顛覆成個世界嘅秘密，平安咁降落到屬於佢嘅現實世界，而且佢都不負老者所託，將所有內容一字不漏咁向時任嘅美利堅話事人杜魯門進行咗匯報。之後佢亦都接受咗最高安全部門嘅調查，並被告知必須對此事保密。所以伯德將軍從此之後都對此失聯3個鐘嘅事情隻字不提，咁淨係喺自己更新嘅飛行日記入邊提及過。1957年，理查德伯德喺睡夢中去世，所以大家今日聽到嘅呢個故事係佢個仔喺多年後決定將日記內容公開，先成為咗大家茶餘飯後嘅都市傳說話題。當然，亦都有好多人認為其實日記根本就冇呢啲內容，只不過係伯德個仔想借父之名出書賺錢啫。但令成件事再次蒙上神秘色彩嘅係，佢個仔有一次要去參加關於父親嘅紀念儀式時，就同外界徹底失聯。而後來被發現嘅時候，佢就已經喺一個破舊嘅廠房入邊領咗飯盒啦。咁所以之後就有陰謀論者描述到，就算理查德伯德本日記裏面冇寫到地心世界嘅經歷，佢都好可能係發現咗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因而間接害埋自己個仔。咁回顧翻成個故事，我哋手上其實有2份報告，一份係主流科學界嘅研究報告，佢用地震波同重力描繪出一個密實分層嘅地球內部結構；而另一份係今日我哋嘅主題目擊報告，佢用個人經歷描述出一個難以置信嘅地下王國。咁作為一個講述者，我唔可以對所有科學數據視而不見，因為佢哋所指向嘅事實都傾向前者。但係同時，作為一個探索者，有時我哋亦都必須要承認，人類對地球內部嘅了解認知遠遠不及太空開發。所以最深刻嘅矛盾在於，科學喺照亮已知嘅同時，更清晰地界定咗我哋嘅認知邊界。而以上呢啲我哋好感興趣嘅都市傳說，佢有可能係謬論，但亦有可能只係我哋呢一代人類無知啫。對此，大家對今日嘅話題又有咩睇法呢？咁好，今期嘅地心傳說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捧場，我哋下期再見，拜拜。